承認喺日本藏毒被捕嘅關楚耀被扣留超過1個月，其後日本警方冇提出起訴，無條件釋放佢，所以佢獨自先返香港。因為其實嗰啲咧毒品係屬於邊個㗎？有報道話超大壞你喎，今日阿超假釋咗未㗎？幾時會翻嚟啊？係呢？衛斯呢？佢點解唔係返香港㗎？日本警方響衛斯嘅行李裏面搜到有俗稱白嘅海，衛斯會響本月24號上庭。之後關楚耀開記者招待會，表示會徹底反省，感到羞愧同後悔。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嘅道歉，對唔住。至於衛斯，我相信我同大家一樣都係好擔心佢，好掛住佢，希望佢可以早日回港，同屋企人團聚。4月24日，案件喺東京地方裁判所開審。審訊過程中，衛斯坦言自己由2008年開始，因為壓力太大，俾朋友引誘之下吸食海。佢話 I just want to apologize to people who really care me, my family, my friends, people in Hong Kong, people in Japan. I'm really, really sorry. 最終，日本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年，緩刑3年。4月25日，衛斯返到香港。晏晝2點半，衛斯步出機場大堂，佢顯得好唔自在，不停對住傳媒點頭，一度耷低頭揞住塊面。無論記者問佢乜嘢，佢都冇回應。警方亦曾搜查兩姊妹嘅住所，但係未有發現違禁品。